兵关灵国，曹瑶也关为帝，此时为兵身未长，今向南昌而马，才不用死，即刻处死。为兵万事难，不信谣言，死于明朝，但逼宫事故，尽中3月。秦王兵临国外，随之空降，上进天了，去死。
呀，为人四千并非，乃杀得如此罪。皇上要你出征边关，是想王朝政，皇上正为娘你出征，是亲亲我，是亲亲我。你忘了你娘亲的这头，你生小娘你做防卫。愿你皇上远离朝廷，远离什么？你娘啊！我有灵，我心焦，你也经过风迷障，只因为我是一种水长。
此真喜爱的行花场，难为你想得最大。如今谢了皇上夸赞。是吗？你今做啥个？今后为之出门？皇上清楚的是瓦斯郎，现在出门的是小太监呐。来人！皇上，臣妾今夜乔装的烦恼思前来，都为向你告别。告别？皇上，皇上啊！
整万司徒者，不是问他意，而是千无往。你该死！臣妾生死，臣为皇上。他要生气，便真正换成他们迅速往下，正气复古大王，我会领导选。要人气，也
话，休娘他死了朝廷。臣妾被逼无奈，献上皇上圣命。你知道这要巧妙话事，我便是臣妾第二位之事，皇上就受过死亡。巧妙话事，你可安心了。那位兵权皇上不忧啊。你可知道他是死气彻彻？臣妾只知道王爷奉旨出门。他与远亲。皇上圣明，是能辨别真伪。他是万主的，该当时候处置。了不了，此事真我。该死的是他！皇上，在正方之后，是皇上随之前来，死在手中，但是皇上。
兄弟对镜唱了，别醉放心，信连王兄。元清啊，就让我送他过于前呐，这些你，应当王兄甚为。真是才因为你担忧啊！不想你经我大胜，军中皆在历史江山官才呀！为长吏，为皇兄，胜利官不用名貌，这要好好加上语言来。元清啊，你可记得，这当年才是寒花林中，因一曲惊鸿舞而喜获官兵。不行，胜利是的。他因我曾在此
不该唱一个不该听。女色在哪里有得了死？岂有他已经不属于你？上帝真是想想罢了。只要去年，就是他才。上帝明白，生生世世才不会地心他的。生生世世，你永远也放不了他。皇上，皇上，虽皇上才下同志情形，不想他对杀害王，竟要推进皇上秘密。不见，皇上不见，万贵妃不肯行事。父汉，我们怎么了？也是你家的。这不过虚晃一枪，你羞辱了真心。你为什么要羞辱真心？为什么？难道你不能也在期望中度死吗？王兄，为这王位，曾杀许多兄弟，这留下你真理也的臭屁屁呀！这你家妻与真的女子，这崇拜他，他却爱我这世上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？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啊？王兄，王兄，王兄。将他观察过，此梦早已浮东风。他彼此他如情，临江思，情为血滴，在相
后花开灯后，待朕查问清楚，是为今日一个交代。
伤悲。
天将举着，谁有我？
却要参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心间死生不能不死，况臣子们万劫春生，那就上风法术永不成了。臣不懂，你真伤心，你真伤心呀！我三三不仅仅是为了儿死，真是清查着教育王子，并犯了王家大忌。臣早见生死，自知度外，却为这两个母子一生平安安心。娘娘，亲人生死，有儿性命，臣大力拜托了冤亲。血流是痛苦的。来，说话尽兴。公公，今日年迈无用，去世高老。哎，你们啊，王朝还有口气呀，你们就想去回了啊？公公啊，皇上上次不知太医难道去救啊？倘若累在家乡，死也难尽足人啊！公公，
亲婉儿，冤情在一起。皇上放心，王爷已经不在了。可他们两个抱着太子不肯放手啊！皇上，那真是做梦啊！总觉得太子不是真的不孝啊！皇上，哎呀妈！为了江山社稷，朕一定要查问清楚。所以林君在偏殿而立一子，传王儿，我说传王儿，立子。生生莫非真是一场梦。
谁？我。你果然来了，我的王。听说皇上病重，臣妾不能不来。这病重，你一定很高兴吧？皇上永也罢。这的事情我懂了。父亲一场，临别之际，正要与你敞开肺腑，谈人生杀之情。臣妾也有话相生，甚至将是把握进去，你先讲。臣妾也是想问皇上，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王爷？身为儿女私情，皇上尽可将他发配边关。这本以为他身心善đảm，不管朝政，曾也一语平复心机，不想他竟能一举巧妙瓦事。抗上那天，他为了得到你学习满的皇位，叫朕防不胜防。利用皇室简直家族势力，利用朕王杀死同胞兄弟。皇上，你难道心里不难过、不伤痛吗？痛，是心里非得痛。但与江山所及相比，再痛，朕也必须承所以，皇上是没有真心的。不，朕与针对过去的往事，有着滂水不下、死缠不断、刻骨铭心的梦幻。真心皇帝亲来。
情被你废错，修一秒钟，随去离送，便是人中之境，被关了凌云峰，冰天雪地，东家必死。思选情，皆是官道，何以宽慰救我性命？等咱去行走，他却欺负身亡。真情一是非非，本可在他远追高兵，这位饮酒无情，不免心心为故。可是你不留水做事情，不连同包子你，不顾他为你的下气功，前期都往杀鸡也，也不断子。今要我亲手杀恩人，怎能不背？我怎能不恨？我怎能不这邪魔一样，相可寻可，相恨寻恨。可叹这人从真的往外的那一刻起，亲人不关心，兄弟不关你，只怕稍有疏忽，便是葬身之地。这也是期盼家国红梦，真爱子孙莫问他，可真是皇帝非有下过官的方口。神医为朕与万神之上，才有证明他真之心，真之心，真之所有，皆在这王位之下呀！皇上，自从由来里，同情君，顾长征，酸体体皆神意，正凭一心一意，现在你。愿情时，你生愿人他，朕不怪你，朕可以期望不去，等你违心转意。你还是朕的娃儿，朕还是你的死郎。过不去了，皇上，我们都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那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朕？你讲，皇上既然三顾，八府进京，那朕万愿堂堂正正，坦白相告。
没有猜错，太子是你与他的儿子，天下孩子都是皇上的子女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你这些人真要杀了你！来人，来人！后宫的人都知道，皇上病死身中，再无此吧？李常，李常，李常，据屋里公公都被丞相当发罪了。哦，你这狗！不必动怒，万事还了吧。不，这是多呀！你想多死，皇上放心，臣妾忠断恨义，亦不想杀人害民。已经死心，儿子不是亲生，儿妻长仇敌。回不去了。为什么年轻人瞧一个青城菜？为什么得罪我一生真心恨？为什么赤目天下臣不挂呀？为什么权中为高，将士生害？深邃王位，当今之力，可取轻者不过携带。恰若灯，闲苍苍而茫茫，不闻一缕声
啊！
喜欢青龙府，为了要给好青龙府，就皇上看一定要胜过甄嬛先生。娘娘，从此我跳，你唱我快唱啊！好，宋子唱，宋子这就唱。你害死了他，多少嫔妃，杀死了他多
我一个生。眼中美照玲珑，这些我们一样命运的姐妹，难道不是人？难道就被给他的冤死吗？对，因为皇上真心爱的是我，皇上大礼全部进贡，皇上两路早已退贡，皇上两路死我全部内皇上是来生这一阵，死这一回，是来来了。这些年，本宫还归了正冲的人，厌倦了生死搏杀，现在留的就是放你一条生路。优秀啊，本相永远不赦，事情你一定要审，那本宫就不得不杀了。皇上怕你无兄卷事情过，将你去做圣旨。皇上恨你所得为公，早有生之心。皇上更怕你生子要挟满的王位，让你多向皇上所想的
天。